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天早上嘅詩歌敬拜，我會為大家帶嚟3首詩歌。但願真理嘅聖靈透過美麗嘅音樂，按着聖言建立我哋，鼓勵我哋，安慰我哋，又引導我哋進入真正嘅敬拜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第一節話，在我心中長覺與主同在。與主同在係一種不可言傳嘅奇妙感覺。呢首歌咁美麗嘅旋律就係出自孟德爾頌嘅鋼琴作品《無言之歌》。第二節話，與主同在，玄妙神奇蔭影中，當中嘅奧妙我哋或多或少都經歷過，但係能夠長時間維持呢種感覺嘅人應該唔多。喺1、2、2節，詩人3次提到我與主同在，只有1次提到主與我同在。我與主同在，以我為主體，比較容易受個人主觀感覺嘅影響。我覺得與主同在，我覺得同主好親近，我覺得主好愛我，我覺得。反之，主與我同在，強調主嘅信實不變。無論我是否愛主，是否履行各種宗教義務，是否偶然得罪神、虧負人，主仍然與我同在，主仍然咁愛我。因為主耶穌講過，天父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。昔日上帝更透過西番雅先知向背逆佢嘅子民宣告，耶和華你嘅上帝係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嘅主，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你唔係好覺上帝愛你咩？因為上帝默然愛你。你背逆上帝，上帝卻宣告他在你中間。
今日周圍發生嘅嘢會令我哋覺得上帝唔喺度，或者上帝喺度，不過佢已經離棄咗我哋。呢個時候我哋必須堅信主與我同在。如果我哋能夠找緊呢一個信念，我哋仍然可以喺絕地反敗為勝。因為聖經話，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我哋再唱1到4節。第4節話，最後一天，當榮耀神光普照，當世界黑影全消，喺嗰一刻，我哋終於明白上帝一切嘅安排都係美善嘅。
我哋滿心知道自己將會永遠與主同在。與主同在嘅經歷就好似當日門徒與主喺變像山上嘅甜蜜時光。當時彼得話：主啊，我們在這裏真好。保羅亦喺腓立比書講過：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所以讓我哋齊齊落山，重返人間，動力信望愛。我哋唱第一節。我站到街中，聽鬧市聲音，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，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，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，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，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，我願意毅力化做我能源，晝夜去傳送信望愛。光陰匆匆，多少機會身邊經過，誰能伸手獻出關懷，不再退避？只要你與我同往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降卑效法基督，一生辛勤獻信望愛。光陰匆匆，多少機會身邊經過，誰能伸手獻出關懷，不再退避？只要你與我同往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降卑效法基督，一生辛勤獻份望愛。動力信望愛係翁慧允姊妹喺36年前嘅作品，直到今日聽頭先大家唱，依然係咁激動人心。雖然歌係咁樣唱，但係道成肉身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馬太福音第17章記載咗呢件事。主耶穌登山變像之後落山，一位爸爸要求主醫治佢被鬼附嘅孩子。雖然之前門徒曾經試過同佢趕鬼，但係唔成功。主耶穌點回應呢？佢話：唉，你哋呢班又唔信又敗壞嘅人，我仲要同你哋一齊幾耐？我仲要忍你哋幾耐？吓？呢番話竟然出自主耶穌嘅口？邊位主耶穌啊？就係嗰位喺馬太福音第1章被稱為以馬內利嘅耶穌，而喺馬太福音最後1章宣告會同佢嘅門徒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嘅同一位耶穌。但主耶穌喺抒發情緒之後，隨即為嗰位孩子驅逐惡鬼，將佢醫好。落地嘅工作就係咁噶啦。面對煩亂紛擾嘅人事物，連主耶穌都會有覺得厭煩嘅時候，更何況係我哋呢？所以讓我哋更加學習柔和謙卑，負主嘅軛，學主嘅樣式。正如詩歌咁樣鼓勵我哋，只要你與我同往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降卑效法基督，一生辛勤獻信望愛。我哋唱第2節。我願大歡欣，遍鬧市穿梭，我願見光彩閃閃眼睛，我立志服務，
鍛鍊我耐力承受壓迫，要越過唏噓，要突破孤單，要踏碎傷心，抵抗困迫。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越。光陰匆匆，光陰匆匆，多少機會身邊經過，誰能伸手獻出關懷，不再退避？只要你與我同往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降卑效法基督，一生辛勤獻信望愛。光陰匆匆，多少機會身邊經過，誰能伸手獻出關懷，不再退避？只要你與我同往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降卑效法基督，一生辛勤獻信望愛。基督徒踐行信仰會遇到乜嘢挑戰呢？翁姊妹話要越過唏噓，要突破孤單，要踏碎傷心，抵抗困迫。佢喺30幾年前講緊預言啊，佢預告緊啲乜嘢呢？就係今日仍然留守香港嘅基督徒將會面對嘅困境。首先係唏噓，繼而係孤單、傷心、困迫。同樣，翁姊妹喺1988年另外一個作品《翻過浪潮》亦作出類似嘅預告。翁慧允姊妹喺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動齊唱新歌運動，佢總共為齊唱系列創作咗78首詩歌，當中曲詞俱佳嘅《翻過浪潮》係我嘅至愛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我喺明恩堂嘅詩歌敬拜曾經分享過呢首歌，今日係第2次。08年香港面對嘅係金融海嘯，但係今日嘅香港卻係八方風雨，花果飄零。翁姊妹雖然已經喺今年3月離開我哋，返到天父嘅懷裏，但係我哋仍然要感謝佢嘅先見，仍然要將佢嘅教導同埋鼓勵銘記於心。翻過浪潮，我哋先唱第一節。面對四周轉變像百千浪潮，我願迎戰每日多紛擾，但我跌倒千次令信心動搖，喪掉前進心似浪裏飄，迷亂世界誰定價值風裏搖，讓我找到信念作指標，就算四周嘲笑像百千浪潮，竭力迎戰翻過浪潮。誰能放眼看你我生活真相？誰能察覺笑面有創傷？讓真知關懷作我一生取向，叫灰暗心靈變光亮。求能以信仰化作生活歌唱，融和愛與説日日奏響，讓基督精神作我一生取向，互勉勵成壯志，巨
浪潮湧，不怕遇上。詩歌話：誰能放眼看你我生活真相？誰能察覺笑面有創傷？今日我哋對別人嘅苦難，特別係嗰啲笑住嚟喊嘅香港人嘅苦難，係咪已經麻木咗呢？詩歌又話：我哋縱然跌倒千次，縱然信心動搖，仍然可以找到信念作為指標。呢度所講嘅信念係指乜嘢呢？佢唔係指複雜嘅神學理論，甚至唔係我哋累積多年嘅信仰經驗。信念只在一念之間，就好似彼得喺風浪中向主耶穌發出嘅呼喊：主啊，救我！呢個係聖經裏邊最短嘅祈禱之一。我哋相信主耶穌就係我哋靈魂嘅錨，上帝絕對唔會放任我哋墜入深淵，上帝只會任憑嗰啲不虔不義嘅人永劫沉淪。今日香港嘅基督徒應當如何自處呢？我認為每個人嘅答案都會唔同，唯一相同嘅，我哋都要活出自己獨一無二嘅使命人生。而最低限度，我哋必須堅守信仰，亦要對周遭嘅人盡量保持信任同埋關懷。我哋可以做嘅嘢可能好微小，但係主耶穌應許過，人因為先知嘅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；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，必得義人的賞賜。無論何人，因為門徒嘅名，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。一杯涼水？以前我認為咁樣實在唔啱數，好唔啱比例。但係最近我慢慢領悟到，喺一座城市，如果人人都劃清界線，連接待手足都驚被拉去坐監嘅話，咁樣為手足奉上一杯涼水，就一啲都唔簡單。正如聖經話：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呢種認信睇落簡單，好似廉價恩典，但係對嗰啲只承認耶穌為主而拒絕奉凱撒為神嘅基督徒，結局可能就係被丟進鬥獸場。但係我哋基督徒命定就係要受患難嘅啦，所以就讓我哋以堅信抵擋迷惑，以勇敢無視威嚇，以溫柔應對冷淡，以誠實戰勝虛假，以手足之情、朋友之愛翻過浪潮。我哋唱第二節。快小事，面對四周轉變像百千浪潮，我願迎戰，每日都紛擾，浪裏跌倒千次，令信心動搖，繼續前進，堅決似火燒。時代進退，迷惑我像洶湧潮，讓我找緊信念作指標。就算四周恐嚇像百千浪潮，竭力迎翻過浪潮。誰能放眼看你我生活真相？誰能察覺笑面有創傷？讓真摯關懷中
我一生取向，叫灰暗心靈變光亮。求能以信仰化作生活歌唱，用和愛與書日日奏響，讓基督精神在我一生取向，互勉勵成壯志，巨浪潮湧不怕遇上。詩歌敬拜到呢度，下邊我哋有一個嘅見證嘅時間。